大家有学过动物吗？这个宠物毛孩子呢？哇，其实虽然我自家本身的10年前哦，完全对那个动物无半点感觉，没想到真嘅唔到啲嘢，我不卡竟然学嘅5只猫诶。故所就发现到啊，其实伫学猫诶嘅过程当中，学动物每一件很简单嘅事情。伫个过程呢，我们有种图 TNR 就发现到一个流浪动物嘅问题，值得大家向下来重视哦。接下来我来分享到嘅第一只句型係愛，也係一個在日常生活當中非常實用嘅句型哦。唔過喺表達一個動作、一個行為都會用到一個愛，提醒朋友也係安排事情，或者係表達自家嘅計劃，就會講我愛做乜嘅一個規則嘅句型，就會來使用得到哦。客家話愛。愛，華語的意思是要，愛，華語的意思是要，我愛學貓誒，我愛學貓誒。那華語的意思是我要養貓，我要養貓。愛，華語的意思是要，我愛學狗誒，我愛學狗誒。華語的意思是我要養狗，我要養狗。愛，華語的意思是要，我愛學條誒。我愛學鳥誒，華語的意思是我要養鳥，我要養鳥。然後人家已經看到咧，一個愛一隻句型哦，雖然按用版型運用在生活當中，喺讀到按用型嘅情形，就再嚟拿出來運用。發現到阿發對一個動物，這個動物咯，其實唔單淨係嫌棄天天，而且咪提倡佢，小動物唔愛佢，就係愛一生人安葬哦。